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跟左右边的人互道说：今晚很高兴跟你一起来赞美。今天很高兴跟你一起来赞美。哇哦！嘿嘿嘿！哇哦！生命中的狂风除了吧，生命里的巨浪停了吧。我要开口扬声向一切难处发命令，呼求耶稣，唯有你能止住风浪。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你要开始动工。就是现在，你要做奇妙的工作。我要得见你的面，经历你奇妙作为。我的生命要走今生的丰盛。我要新歌来赞美，我们一起来从头来唱。嘿嘿嘿！生命中的狂风除了吧，生命里的巨浪停了吧。我要开口扬声向一切难处发命令，呼求耶稣，唯有你能止住风浪。我们再一次重考生命的狂风，生命中的狂风除了吧，生命里的巨浪停了吧。我要开口扬声向一切难处发命令，呼求耶稣，唯有你能止住风浪。就是现在，你要开始动工。就是现在，你要做奇妙的工作。我要得见你的面，经历你奇妙作为。我的生命要走今生的丰盛。就是现在，你要开始动工。就是现在，你要做奇妙的工作。我要得见你的面，经历你奇妙作为。我的生命要走今生的丰盛。主啊，你要开始动工。就是现在，你要开始动工。就是现在，你要做奇妙的工作。我要得见你的面，经历你奇妙作为。我的生命要走今生的丰盛。我们更有心，现在在唱，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你要开始动工。就是现在，你要做奇妙的工作。我要得见你的面，经历你奇妙作为。我的生命要走今生的丰盛。我得见你的面，我要得见你的面，经历你奇妙作为。我的生命要走今生的丰盛。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将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依靠伤心的人，安慰被爱的人，报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我只存在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
力给谦卑的人。1号伤心的人，安慰被爱的人，报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起发光，神的荣耀把血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以耶稣的名，神迹要发生。绝对的要行走，香艳的要看见。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是的，神就在这里。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以耶稣的名，神迹要发生。绝对的要行走，瞎眼的要看见。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起发光，神的荣耀把血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起发光，神的荣耀把血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心起发光，神的荣耀把血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阿们。现在主啊，我把敬拜献给你。主啊，谢谢你陪伴着我们，也谢谢你爱我们。这首诗歌要献给你。我的困难全交给你，我的难过你都在意，每滴眼泪你看为宝贵，破碎的心你要医治。耶稣，耶稣，我呼求你，在困难中你来帮助。耶稣，耶稣，我需要你，在旷野中与我同行。耶稣，耶稣，我呼求你，在困难中你来帮助。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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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你，在旷野中与我同行。开那口来呼唤神，耶稣。耶稣，耶稣，我呼求你，在困难中你来帮助。耶稣，耶稣，我需要你，在旷野中与我同行。大大的来开口，耶稣，耶稣。
中，你来帮助。耶稣，耶稣，我需要你在旷野中与我同行。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盼望，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走出这旷野后，雨过会天晴，早晨必欢呼歌唱。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盼望，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走出这旷野后，雨过会天晴，早晨必欢呼歌唱。主啊，你必引领我。再次从头来唱的时候，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开口。这首诗歌就献给我们的神，献给爱你的神。我的困难全交给你，我的难过你都在意，你的眼泪你看为宝贵，破碎的心你要医治。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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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呼求你，在困难中你来帮助。耶稣，耶稣，我需要你，在旷野中与我同行。耶稣，耶稣，我呼求你，在困难中你来帮助。耶稣，耶稣，我需要你，在旷野中与我同行。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盼望，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走出这旷野后，雨过会天晴，早晨必欢呼歌唱。我们更有信心来唱，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盼望，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走出这旷野后，雨过会天晴，早晨必欢呼歌唱。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盼望，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走出这旷野后，雨过会天晴，早晨必欢呼歌唱。耶稣，耶稣，我呼求你，在困难中你来帮助。耶稣，耶稣，我需要你，在旷野中与我同行。欢迎你们来唱，耶稣，耶稣。
稣，耶稣，我呼求你，在困难中你来帮助。耶稣，耶稣，我需要你，在旷野中与我同行。是的，主啊，就像这歌词说的，主啊，不管在困难中，你都要来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心中有多少的困难，多少的害怕，主啊，我们需要你。无论在旷野中，你都有与我们同行。谢谢你聆听我们的诗歌，聆听我们的敬拜。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阿们。让我们用拍手把一切的赞美归给神，哈利路亚，阿们。好，请坐。好，大家平安。牧师上个礼拜去印尼短宣哦，好，那去了泗水哈。那苏拉巴亚好，这个地方呢，它的地名的意思就是海豚跟鳄鱼，好，上面是海豚，下面是鳄鱼，好，苏拉巴亚。好，那它就是说，在这个海域地方呢，就是海豚跟鳄鱼呢在那边争斗啊，不知道几百年，好，然后最后那个地方叫做泗水。好，但是我们去短宣呢，好，晚上他都带我们出去吃饭，好，去吃饭呢，好，然后有一天比较有空，他就带我们去参观2个 mall， 好，一天一个，好，那2个都很大，好，那最后那一个呢，他说是东南亚最大的 mall， 好，最大的 mall， 好，我上次有分享说，就从这边走，大家走到桃园车站这么远这样子，好，里面呢，好，那在那个 mall 里面让我印象很深呢，就是里面有2间教会，好，里面有2间教会，好，一间小小的，可能比我们这个还小，可是一间呢，哇，我们去参观吓一跳，好，里面呢非常的大，好，但是因为他们那天有聚会，好，所以当地的这个老师呢就带我们从这个门呢偷偷的进去看，好，所以我们只有看到那个走道好的一角，好，这样看下去呢，好，他们那天晚上是祷告会，好，然后大概有400-500个人，好，400-500个人，是周间的晚上，好，在那边祷告。那他们在做什么？那导师说他们是在做这个领袖之夜，就是教会当中的这些 leader 呢，好，他们会一起聚集，一起在那边祷告。那台上的敬拜赞美团呢，哇，就是很多的琴手啊、乐手啊，然后 singer 啊，好，他们在那边唱歌，在那边敬拜，在那边赞美。好，那我相信呢，那些台上服侍的人呢，好，应该也不是都是教会的全职同工啊，应该都是这个教会全职同工。这个教会呢，他们一场的场地呢，好，后来回去看了才知道说，他们那一场的场地大概可以坐5000个人，好，然后一个主日就有好几场，大概有2-3万个人，都是在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啊，好的教会，好，叫做神之心教会，好，是那个菲利门托法，好，曼都法牧师啊，现在他已经把这个教会的牧养呢交给他的儿子啊，也叫做曼都法牧师啊。好，那但是我觉得呢，好，一个教会呢，好，你要能够为主做工，那个祷告的动力是很重要。我们在今年开始，我们都1个月有一次的敬拜赞美的祷告会。好，那希望呢，就是说透过永光教会周信荣牧师以及他的团队来跟我们分享，好，为什么他们教会好能够突破，好，他们教会为什么能够得着年轻人？那很重要的秘诀呢，好，就是在于敬拜赞美，在敬拜赞美当中。好，所以今天牧师呢，好，这个周信荣牧师他们要放暑假，好，他们暑假很多活动，所以我们一样呢继续来分享，好，关于在敬拜赞美当中，好，我从列王记当中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约沙法王的故事哦，约沙法王，好，他是大卫的第4代，可是呢，好，他却在遇到敌人的时候，好，他用赞美、用诗班、好，用诗歌，好，来称颂神。然后得着上帝的大能，所以盼望透过今天好的这个信息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一起来学习敬拜和赞美啊。好，那我要先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每一次我们参加主日礼拜，好，或是我们在华语礼拜都会有敬拜赞美。好，那这敬拜赞美呢，有时候是15分钟、20分钟，好，有的教会比较长，30分钟就占30分钟。但是在这个礼拜当中的前面这个敬拜赞美的时间，好，对你而言的意义是什么？你觉得呢？好，有的人认为它就是一个暖身，好，它就是一个礼拜前让大家可以活络起来暖身，好，等一下就会好好敬拜上帝。
或是呢，它就是一个让迟到的人呢可以慢慢的来。等一下呢，大家都坐满了之后，哇，我们就可以开始聚会。但是呢，好，这样子的敬拜，好，真的，如果敬拜赞美只是一个暖身 （warm up）， 或是敬拜赞美只是一个等待 （waiting）， 等大家都坐满坐齐的时间，你觉得这个敬拜赞美有什么能力？有什么仇敌会害怕吗？仇敌呢，最害怕的呢，不是一则敷衍唱歌的信徒啊。好，敷衍唱歌的信徒呢，就是他把这个敬拜赞美呢，当做这个手插着口袋啊，然后呢，人家在敬拜啊，他插手啊，人家在开口唱歌啊，然后他嘴巴闭得很紧啊。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有没有看到那个在敬拜时候心不在焉的人？或是那个敬拜的时候呢，是姗姗来迟，然后呢，然后没有反应，我们来祷告也不祷告，我们来唱歌也不唱歌，举手也不举手。这样的人，他以为说，哇，我很累，我就是要主日就是要来安息来休息。他以为他是要来敬拜当中要安息要休息，但是呢，他不是在休息，他是在休克，甚至呢是一个属灵自杀。这里有一个敬拜姿态，从你的敬拜的 pose 的这个你的姿态，可以看出两种态度，一个叫做敷衍了事，一个叫做什么属灵战士。敷衍了事呢，从他的肢体来看，如果他是这样双手插着口袋，然后拍手的时候这样，然后呢没有表情，也没有开口，敷衍，然后我们来敬拜，然后好像这个没睡饱啊，那跟这个属灵战士呢，他可能是举手，他可能会匍匐，他可能会大声的敬拜和祷告，他是知道是握有属灵的权柄，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要释放，这个是属灵的战士。第二个呢，我们从他的思想头脑里面，他在敬拜的时候可能呢敷衍了事，头脑在想什么等一下礼拜后今天要去吃什么，等一下呢礼拜完之后要去吃，祷告会结束之后要去吃什么宵夜，或是明天呢要做什么呢？在头脑里面呢都在想其他的事情。有没有想跟神有关的事情呢？没有。属灵战士他头脑敬拜的时候，他头脑里面想什么？是夺回心思，就是他要把他的心思，他可能还是有很多的事情，他可能也知道他等一下需要吃东西，可是他这个时候是敬拜神，是给神的时间，所以他把心思要夺回来，专注于掌权的神。而敷衍了事呢，他在情感上面呢，好像在背书，我们来敬拜耶稣耶稣，他也没有放入情感，他就是平平的，情感被阉割掉了，没有办法蔓延出去。但是属灵战士呢，他是毫无保留的向神倾倒，把他的情感都倾倒出来。而敷衍了事呢，在整个敬拜当中的定位呢，他就是一个来看人家敬拜，他都喜欢坐在角落，喜欢坐在旁边，然后看别人，看台上，如果看不到，那谁呢？今天谁有来？今天谁没有来？这个来他穿什么衣服？这个人他今天头发不一样。然后台上敬拜的人，这个衣服很漂亮，他的琴弹得好，或是这个突贼了，他都在什么？好像他是一个来看评审，来看别人。但是属灵勇士呢，他是一个 pioneer 带头的先锋，他是要在这个敬拜当中，要把这个敬拜的主权要夺回来，是要来在敬拜当中要来完成上帝的心意啊。今天的故事呢，不是从列王记。因为在列王记当中的约沙法记载的比较简短，所以你要到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的第20章可以看到完整的约沙法的故事。就是约沙法呢，他当王之后呢，有摩押人，有亚门人，有米乌尼人来攻打他。可是呢，如果我们从诗篇83篇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就是诗篇83篇诗篇83篇呢，就是历代志下20章，约沙法被包围被联军现在看起来是3国联军，可是呢在诗篇83篇总共有10个以东人、以实玛利人、摩押人、夏甲人、加巴勒人、亚门人、亚玛利人、非利士人、推罗的居民、亚述，总共10国联军要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南国犹大。
哇，所以呢，约沙法呢，在这场联军当中呢，被包围不只是3国，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被很多的疾病，会被财务的破洞，或是会被破碎的关系包围，觉得我们已经被围困住了，我们没有办法突破，出不去了。可是我们看圣经第3节，我们来念第3节起。约沙法惧怕，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在全国宣告禁食。如果你被10国联军包围，你会不会害怕？如果你生病了，又遇到财务的破口，又遇到关系上面的裂痕，然后呢，又遇到了很多天灾人祸，这么多的患难困难，一个一个的来，会不会害怕？约沙法害怕，可是害怕之后，他下一个动作是什么？第2句话，定义怎么样？寻求耶和华。在他害怕的时候，他不是躲起来不是把棉被蒙在头上像鸵鸟，是定义寻求神。怎么寻求呢？在全犹大宣告什么？禁食等于是什么？祷告。对，禁食就是要祷告。他呢，在害怕的时候，他就是要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不晓得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让你害怕的事情。既然你今天来参加了祷告，这就是一个寻求耶和华的时刻。阿们。你来参加祷告会，就是一个来向定义要寻求神，把你的惧怕呢全部都交给神。直接跳到最后一节，12节的最后面，约沙法最后讲完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黄色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约沙法祷告完之后，哇，有没有上帝给他亮光？有没有给他计划？有没有派天使天军？没有。但是他说，我们的眼目怎样？单单的仰望你。所以他能够做的，就是在10国联军在惧怕当中，在危险困难当中呢，从那个恐惧到瘫痪，可是变成主动的去仰望神。他说，主啊，我们要仰望你。仰望呢，就是不再看这些困难，不再看到底有哪些国家这么多什么非利士没听过通都出来，而是把这个眼光呢，焦点呢，转移到谁的身上？神的身上。这是一个很重要定义寻求。第2个眼目转向神呢，就是把这个战场从地上可能是财务啦，是疾病啊，是肉体啊，是关系的战场上，转移到哪里去呢？转移到天上去，让这个禁食，让这个在祷告当中呢，变成属灵的征战而不是与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征战。所以我们看到约沙法就在这样的征战当中呢，他就排了阵。而当他定义寻求神，后来呢，神呢又透过了神的这个神人呢亚哈西他对约沙法说了一句话，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而在乎神。胜败不在乎我们，而在乎谁？胜跟败不是你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乎神。当他定义寻求神，禁食祷告之后，神就派了仆人给他一句宝贵的话，就好像有人送了个圣经，然后送了一个金句给他。这个金句呢，就是历代志下的第20章第15节，不要怕，胜败不在乎你们，在乎谁？神。所以约沙法呢，听了这句话呢，就只有一句话，他好像吃一个定心丸他就说，好，既然我们不能做什么，这场是神的战争，是神在决定胜败，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只负责赞美神。所以呢，他就告诉他的人民说，耶路撒冷人这一次呢，你们不要打战，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就站在那边调后，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不要惊慌，明天要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他的策略呢，就是呢，他祷告，然后呢，敬拜神，他就派了他的诗班，派了这些穿圣洁礼服还有歌唱的人，他们就走在这个摆阵的前面，然后呢，唱什么歌？敬拜赞美的歌。
这该不会是唱那个投降的歌，好，也不是唱这个情歌，好，唱 KTV 的歌，他就赞美神，好，什么歌呢？好，歌词很简单，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这样2句话，好，大家复述一次，当。好，这在诗篇当中啊一直出现，他就唱的歌就是只有这样，好，我们要称谢 praise Lord。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称颂神，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慈爱是 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 永远长存啊！所以他们发现，他们领受神的爱，哇！他们在神的爱的当中被包围了，外面有10国的联军，可是呢，他们一点都不害怕。所以呢，最后呢，他们就用歌唱赞美的人呢，好去面对那些拿刀剑的10国联军，好不晓得多少万的大军。结果呢，上帝就派他的军队击杀这些人啊！好，就在旷野当中，最后呢，他们是让这10国联军没有打成，是自相残杀。好，他们自己呢，好，上帝就乱了他们阵脚，自相残杀。最后呢，遍地都是尸体，没有半个逃脱。所以约沙法跟他的百姓来做什么？他们是负责好来捡这些战利品。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最后征战当中得胜的关键，就是突破临界的声波效应。是什么意思呢？请问如果他们出去唱歌，那唱的音量呢小声的，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称谢耶和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这样子有办法冲破敌人的军队吗？他们是要怎么唱？他们一定是要如果敷衍的唱，就是被环境被羞耻啊！我们现在在这边外面，大家都看我们唱歌很丢脸呢，我们还唱歌，好，我们输定了。好，他如果心思都是这样的话，好，他就唱不出来。跟他的心思说，我们一定会得胜。好，我们要赞美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称谢耶和华，好，所以他一定就是大声的唱。当他大声的赞美、大声的唱的时候呢，他不仅冲破了敌人，其实也是冲破了天上这些属灵的乌云、厚厚的云层，好，让这个祷告呢叫做上达天听哦，上达天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以前陈道雄牧师都会说，唱圣诗要怎样？没有说音要准，就算你音不准，也要怎样？大声的让大家都听到，不是要让人听到，是要怎样？让神听到，是要称颂赞美耶和华。那唱敬拜赞美要不要大声？可是有时候是对歌不熟啊，旋律不熟啊，像今天我们唱的有时候是新歌啊，我们有时候来不及，但你就需要不断的，你才能够大声的唱出来。因为那个音量就是一个武器，就是一个从心里面，从我们上帝先预备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力量。所以他们不用拿刀剑，不用拿兵器，他们只要赞美，用尽心尽性尽力的赞美神。所以仇敌会说，哎呀，你们都已经这么惨了，你都已经这么失败了，还参加什么祷告会，还参加什么敬拜赞美，然后呢，他说你也没什么武器，你这么丢脸呢，你也双手空空的，你是要拿什么跟人家的10万大军、10国联军去打呢？甚至呢，他会让你只看环境啊，我们很衰，我们为什么选出这个总统？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约沙法来带领我们？都是他，都是谁的错？然后都把责任怪在别人身上。可是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称颂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就会改变说，我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怎样？永远长存。就算我们遇到这么悲惨的事情，遇到这么难的这个困境，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怎样？永远长存。你相信的就说阿们。你发现神这么爱我们所以呢，你突然觉得没什么好害怕，没什么好担心。而就算你双手空空，没有拿武器，但是神说你的武器就是什么？你的声音。跟你旁边说，你的武器就是你赞美的声音。然后对自己说，我的武器就是我赞美的声音，我的武器就是我赞美的声音。你有没有声音？有声音。谁没有声音？哑巴没有声音。你们不是哑巴，我们不是哑巴，我不是哑巴。
上帝居然不是把我们造成一个哑巴，就是要用我们的声音怎么样赞美。还说我声音很小声，那你可以发出拍手嘛，可以吗？好，牧师为什么拍手很大声？每次我拍手，牧师娘都这样，为什么？因为我都觉得我是要拍手给神听的。小时候拍手也不会这么大声，可是我参加无数的这个敬拜赞美的时候，我都是拍手，拍到后来越拍越大声。我现在不想拍那么大声，怕伤害你们的耳朵。但是你要拍到神可以听得见，你要拍手要大声的拍，唱歌要大声的唱，甚至你要呼喊的时候要怎样？向着神呼喊，不是管别人，不用管别人，不用看环境，不用看仇敌，因为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武器，就是我们的声音。而最后呢，环境要把我们掐住，让你活不下去。可是神呢，在你的赞美当中呢，他为你破冰，为你开路。我曾经分享过，就是有一次我要带我的女儿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然后那一天呢出门已经来不及了，从 Google 看，哇，至少要迟到20分钟啊，然后呢一上了高速公路呢，又是一路塞，你真的很想要走路肩，真的很想要赶快钻啊，就是把你所有能够犯什么违规的，通通技术通通拿出来用。可是呢，就在那个当下呢，你就想到说，这个已经决定是这样的，这上帝都已经决定，上帝的安排，你就怎样好好的专心，就赞美神吧。所以我就沿路呢，就是心里面一直赞美神，很想要超车，很想要按喇叭的时候就怎样，就赞美神，你很想要钻车缝的时候，你就怎样赞美神，就继续这样开，你就改变你自己的想法。你本来是很想要走路肩，冲下面闯红灯的他都来，可是呢你就赞美神，就慢慢的就是规矩的开，就这样一路开我的女儿在旁边，她都一路睡这样，她也不管了，她也没在怕。可是呢，居然到了考场的时候，居然还剩下3分钟，就是没有迟到，而且你还提早，不是算提早，本来是比这个时间还早。所以他说他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外国人跟他一起上电梯。上电梯的时候呢，后来才知道那个外国人就是他的考官这样子，因为他要跟他1对1的考试，就是他的考官。这也是很巧合。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赞美神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害怕，约沙法害怕，他忘记赞美，他就负责想什么？我赶快去找谁？我赶快打电话给川普，我赶快打电话给赖清德，我赶快叫谁来张善政出来帮忙做什么？你可能就忘记了要倚靠神。我们现在在读列王记，你会发现这么多的王，先胜后衰，前面这么成功，后面就是倚靠自己，从所罗门开始，都是犯了这样错误。可是我有这位王，叫做什么？大卫，他就是一个标准。这个王不是王，王他到底是被看神眼中看为善，还是看为恶？标准，这个 standard 是谁呢？就是大卫。大卫，为什么他成为这个标准呢？从他迎接约柜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可以看见大卫他对神的敬拜呢，他是把他自己高高在上的王位，那个身份啊，通通丢在旁边。他不管他今天是谁，他就是全心全意的赞美神。然后别人连他的老婆米甲都在嘲笑他，这王啊，我的王今天好大的荣耀啊，在轻笑他，嘲讽他，你让你的婢女都在笑你的时候呢，可是说他在神的面前呢，就是要全心全意的摆上，所以他说他要更加的卑微，甚至他要全心全力的，他不是只有唱歌，他也不是只有拍手，他还做什么？跳舞，跳到什么程度？跳到裤子都没了，跳到裤子都掉了，应该是这个样子，他的衣服都掉了。所以他在敬拜赞美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所以以后每一次我们要敬拜神、赞美神，不管你参加的是青年礼拜、台语礼拜或华语礼拜，不管你唱的是圣诗，你要知道，你要把这个撕碎身份的包袱。大卫呢，他把他的包袱通通丢在后边。今天不管你是长老，你是牧师，你是爸爸，你是妈妈，但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是什么身份？神儿女的身份，还有吗？大祭司很好，
好，你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像是一个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好，你不用在意，因为你今天来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别人来。你今天来参加祷告会是为了牧师来的吗？你今天来参加祷告会是为了小组长来的吗？还是为了敬拜赞美团？你是为了神而来，所以你应该要把你的心思放在神的身上。还有你要做的就是要践踏别人的眼光。好，你只要在乎的是神怎么看我。好，在神的面前，然后呢，要击碎自尊，把这个我是一个爸爸也好，我不可以在别人面前轻浮。有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累积起来，你看他小孩子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他会不会放不开？不会，好像刚才敏媛在带我们敬拜，他很容易放得开，为什么呢？他可能没什么自尊。没有，我要说的是，他像小孩子一样，好单纯的心。好，所以在大家面前，他笑呢，他就笑很可爱；然后唱歌呢，就是很能够唱。好，他就是能够不在意别人。好，他能够像小孩子。所以你多跟小孩子在一起，就看小孩子好那单纯。可是呢，我们现在小孩子都怎样？越来越不小孩子了。好，小年纪又怎样？跟年轻人一样。我们上礼拜教会有台语营，有些小朋友来，哇，他有的配合很好，有的就很不配合。我们上礼拜有儿童营，你看有的小朋友，当他真的放开之后，哇，就怎样，很嗨很开心。可是有时候他就像个小大人，哇，不要，你要拜托他，你要用方法，全人献祭，像大卫一样，而不是那种敷衍了事。你看米甲，他最后被上帝怎么样修剪？就是虽然她是大卫的老婆，可是她终身没有办法为大卫生下一个孩子。那后来她又嫁给别人，大卫又再把她抢回来。但是这一些的过程呢，其实都是因为他没有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每一次在敬拜都是神在看我们的时候。不管你是在小组、在礼拜、在祷告会，在什么地方，在台湾、在印尼，你在什么地方？刚讲到那个印尼，我们进去的时候呢，那个招待，他们是门口有招待，可是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进来。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都在看台上在敬拜。因为那时候聚会已经开始1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在后面，我们也不敢去打扰他们，就很远很远这样子看他们，在后面偷偷拍照。可是你看那个招待虽然是站着，可是他们每个都是在专注在敬拜，在祷告上面。同样的，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们不是来这边做一个旁观者，不是在看别人祷告、看别人敬拜。因为如果说这个牧师最近学习用 Notebook LM 在做 PPT， 我觉得他很鸡婆，我也没有告诉他写这么多，他就要帮我自己加上什么，但是我觉得不错啊。警告，我们来念下面，请你若在台下当旁观者，就别怪神在你的战场上保持沉默。连 AI 都知道这个真理。你知不知道？如果你闭口，不祷告的时候，大大张口就怎样？大大匆忙。你大大闭嘴的时候就怎样？就上帝就可以大大的封锁，就大大把你锁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不要嘴巴心都要口。有一句话，以前那个在南部的时候，那个祷告会很常说的，口开心就开。下一句呢？心开，对，灵就开。好，大家说一次，口开心开，灵就开。如果你想要你的灵能够被神开启，你要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开口开始。所以这是一个投资，ROI， 是一个 rate of investment， 就是你要投资在属灵的报酬上面。我们看见，当你全心摆上，放下你的身段，像大卫一样，你得到什么呢？你用你的声音来突破那一切别人的眼光，突破环境，突破十国联军的包围，改变那个属灵的气氛，让那个恐惧呢说我们要像约沙法，我们就只好仰望神了，就神就靠你了。然后神就给你一句话，战争的得胜不在乎你们，在乎神。所以呢，就这句话，他就这样，那我们就负责赞美神吧。所以当他一赞美之后呢，好像约书亚绕耶利哥城一样，
神就启动他的伏兵，调动天军，让10国联军自相混乱，乱了阵脚，自己把自己杀得干干净净。所以约沙法呢，他们就去捡战利品，所以他们就仇敌呢就自动消灭。所以约沙法最后他在捡战利品那个地方呢，叫做比拉加谷比拉加谷或是比利加，我们说是比拉加谷。比拉加是什么意思呢？比拉加就是称颂，当称谢耶和华，后面那句因他的慈爱怎样永远长存。比拉加的意思就是称颂，他们把这个地方最后只能够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赞美神，称颂神。所以原来是他们想说，哇，这就是他们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了，这就是他们最后几个小时了，他们准备要被歼灭了。可是呢，当他们改变心思意念的时候，隔天清晨，神他们大获全胜，甚至他们捡这些战利品捡了多久？整整3天哦。今天捡了，好带回家，明天再来，还捡不完，连续捡了3天的战利品。所以敬拜的行动声量有3个参考值。第一个就是你的拍手，对神的赞美，就是你每一次拍手呢，就是击碎仇敌的脸跟你旁边说，你每次拍手就是击碎仇敌的脸。你有没有打过人家巴掌？没有打过，最好也不要去打别人。有没有被人家打过巴掌？哎呦，很多小时候都会被打巴掌，肾脆配。但是这个拍手下去的时候呢，你把它想成说，我就是一个征战，我就打在仇敌的脸上，让仇敌怎样羞愧。第二个就是你的呼喊，你的赞美的声音的音量，这是一个信号弹，是一个呼唤天军和天使。最后就是你的全人，你的手、你的心、你的脚，是不是能够像大卫一样在神的面前呢？这一些呢，当你发出声音来，这些声音呢就会响彻云霄，这些声音就会穿破、攻破敌人坚固的营垒。你看那个约书亚绕耶利哥城7天，第7天绕7圈，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对，人圣长老，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喊。如果他绕了7圈，大家都点点，那个城会不会倒下来？那个城可能还是在继续在那边。看到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呼喊，当他们在呼喊，城就开始瓦解，而且它是倒哪一边？它是从里面往外倒，不是从外面往里面倒。这个考古呢说，那个土堆是在耶利哥城是个斜坡，城是这样倒下来的。如果是他们攻破的城是往内倒，可是城是这样倒下来，往外倒下来的。所以当他们呼喊的时候，是神在里面助上一臂之力，把那个城墙都撑爆了。所以我们要夺回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8月份的敬拜赞美祷告会到这个高雄的短宣，我们会跟这个汉民教会的短宣队一起在礼拜3晚上。所以下个月8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是在线上跟着高雄。如果你要现场，可不可以？可以啊，就到高雄来高雄参加现场但是呢不用这么辛苦然后我们会在高雄跟这个短宣队的弟兄姐妹一起用祷告会来赞美来宣告。那我们宣告呢就是像约沙法回到今天的约沙法，当他宣布禁食，定义寻求神，神呢就给他开始一个定心丸。本来他是很害怕，可是他只想到说，那我要祷告。第二个呢，神就给他仆人的一句话，一句话呢，这个战争的胜败不在乎你们，而是在乎神，就这么一句话，哇，他就知道说他的工作，他的责任就是负责赞美。所以当他负责赞美之后呢，最后呢得胜就来到比拉加，就成为一个祝福的地方。就是祝福，就是说你只有赞美，可是神就给你这么多的礼物。这个礼物是捡了一整天，我常常都做梦，我会捡到零钱，不是常常偶尔的时候，久的时候会梦到一次，梦到说哇，好多钱一直捡钱。当我梦到这个梦之后呢，没多久真的就意外的钱就会收到意外的钱。所以下次你想想你的比拉加祝福的时候呢，就是呢神要把这个祝福让你是打开天上的府库倾倒给你，最后还是怎样无处可容。
好，所以最后你不要做一个旁观者，你不要做一个每次敬拜赞美的时候呢，像米甲，好在那边品头论足，然后看别人，哎呀，他好可笑哦，哇，他好搞笑，哇，他好棒哦，好，只有羡慕别人。你应该要把你的眼光、心思要夺回来，在神的身上。当你口开，心才会开。你的心没有开，你的灵就被封闭，你根本跟神是很远的。所以，让我们能够把握每一次开口敬拜的机会，好，让我们神帮助我们。不一定只有在祷告会，可能就在你等一下回家的路上，可能就在你明天上班的工作的路上，或是你准备要换工作，或是准备要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欢迎神的同在，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透过约沙法王，他是一个定义寻求神的好君王，带领百姓用禁食、用祷告来等候神的旨意。谢谢主，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要被这些的大军包围，被经济、被疾病，或是被任何样的困难所捆绑。我们不要因为他们的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我们，胜败在乎神。胜利是在神这一方，不是让神来站在我们这里，而是我们要选择站在神与神的同在的地方。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敬拜当中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亲近，不论我们人多或是人少，不论我们年纪年长或是年轻，不论我们今天工作是否疲累，或是我们今天根本没有事情可以做，但是每一次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都要全心全人投入在你的面前，直到看见上帝的祝福要倾倒下来。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祈求、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我的困难全交给你，我的难过你都在意，每滴眼泪你看为宝贵，破碎的心你要医治。我们呼喊耶稣，耶稣，耶稣，我呼求你，在困难中你来帮助。耶稣，耶稣，我需要你，在旷野中与我同行。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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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呼求你，在困难中你来帮助。耶稣，耶稣，我需要你，在旷野中与我同行。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盼望，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走出这旷野后，雨过会天晴，早晨必欢呼歌唱。再次宣告，主，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盼望，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走出这旷野后，雨过会天晴，早晨必欢呼歌唱。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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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呼求你，在困难中你来帮助。耶稣，
野中与我同行。耶稣，用赞美的心，耶稣，耶稣，我们要赞美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君王，是坐在宝座上，昔在、永在、今在、全能的主。谢谢主耶稣。耶稣，耶稣，我需要你，在旷野中与我。我们这时候要一起同声开口，我们来赞美神，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称颂的主。主啊，你是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的神。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得连续蒙恩惠，给我们随时的帮助。是主啊，求你再次挪去我们所有的害怕，挪去我们所有的忧虑。你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主啊，我们要深深的寻求你，要定义的爱你，因为我们要称谢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是的，主耶稣，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盼望，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走出这旷野后，雨过会天晴，早晨的欢呼歌唱。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盼望，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走出这旷野后，雨过会天晴，早晨的欢呼。这次说你是我的力量，主耶稣。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盼望，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走出这旷野后，雨过会天晴，早晨的欢呼歌唱。他们举起手来敬拜耶稣，耶稣，耶稣，我呼求你，在困难中你来帮助。耶稣，耶稣，我需要你，在旷野中与我同行，在旷野中与我同行。再次宣告，在旷野中，在旷野中与我同行。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我们更大声的拍手来赞美耶稣。哈利路亚，阿门。是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率领我们得胜的君王。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就不害怕，胜败不在乎我们，而在乎你。愿我们永远都能够跟随你，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在你的面前与耶稣同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和赞美，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就是现在。好，我们就。生命中的狂风住了吧，生命里的巨浪尽了吧。我要开口扬声向一切发出发命令，呼求耶稣，引导继续去做风浪。就是现在，你要开始动工。就是现在，你要做奇妙的工作。我要得见你的面，经历你奇妙作为。我的生命要走今生的丰盛。
就是现在，你要开始动工，就是现在，你要做奇妙的工作。我要得见你的面，经历你奇妙作为，我的生命要走进神的丰盛。就是现在，你要开始动工，就是现在，你要做奇妙的工作。我要得见你的面，经历你奇妙作为，我的生命要走进神的丰盛。我要得见你的面，经历你奇妙作为，我的生命要走进神的丰盛。再次拍手，把它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感谢赞美主耶稣。好，我们最后一起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能够一摆拍婆来感谢欧罗拉的主，哈利路亚。阿门。好，我们要离开以前呢，去找7个好，跟他说好，你要成为赞美的勇士，你要成为赞美的勇士，就是现在，你要开始动工。